讲到服装是当代表一个族群的文化，台湾即阵有14间博物馆联合起来，因伫网络顶头开一个展览，甲家己收藏的这个服装抑个文物摕出来展览。这内面呢有这100多年前的衫、裤帽、书证的文物，咱做伙来看这个正特别的服装展览。小心细腻拍开这领对金仔衫，敢有发觉桌仔顶的文物拢是同款拿紫色的？因为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最近发起一项网络博物馆时装周的活动，2022年代表色春仔花拿就是主题。阮就邀请国内一寡博物馆总共有14个博物馆的小编，主要就用这个拿紫色大家就来挑选博物馆内面甲这个拿紫色有关的典装品来做展示。参加串联的博物馆，小连续带出因的文物，有服装、有腰带、有破链，嘛有400年前的琉璃珠。屏东海参馆带出的马粪海胆，拢呼应拿紫色的主题。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甚至利用插画马道穿插来展示，佮教你安怎配，这个历史文物看起来目真死镜。对清朝、日本时代甲战后。大家就是男性、女性所穿的拿紫色的衫，佮有一寡配件。对14万件收藏内底，挑选出无同年代的文物，每一个拢有故事。要小连续带出5天，因为疫情，去年博物馆的游客落3成，线顶甲网络成做另外一个展示文物的舞台。记者邓阿文、赖伟做台南报道。